其他消息，咱来关心，昨下晡5点多，在66线发生6架车弄做伙的死亡车祸。2台车是因为烧烟全停伫路边，结果后壁货车弄起来了后，造成4个人轻重伤，1个人死亡。真济消防人员出动机构破坏被弄害去的汽车，因为一个人受困伫车底。若小车被弄到钣金，弄歪曲变形，就知迄时阵弄个力头有偌大，货车车头也猫落去，佮较头前一个车也真做废铁。钣金零件全部那个柜头卡，现场路苍苍全线拢封起来，其中一台车弄甲碎一连，车卡已经落落去，规台车坏伫外侧车道。在66线西向桃园平镇路段，2台小客车先压着，驾驶将车停伫内侧车道路车查看，想不到后边应该用的大货车对弄头前2台车了后，佮弄原本就停伫路边2台事故车，佮抛弃外侧车道1台车，6车连环弄，造成5人受伤，其中1人被救出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。29岁傅姓男子下车查看车损的情形，后方48岁中姓男子所驾驶的营业大货车，因不明原因先行撞击前面2部行驶在内侧之车辆后，再撞击原因事故停放在内侧车道的2部车。29岁姓部驾驶因为路车看车的状况，结果被推弄，卡在车底2点外钟，送去了后，有关宣告不治。后续爱国丹警方调查事故的原因。现场在暗时8点半恢复通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